乡亲同乐会，大家来上飞。大家好，我是客家甜心朱慧君。大家好，我是客家小王子吴永斌。又嚟咧，一個同樂會嘅時間哦。冇錯，冇錯，今日嚟到係呢個頭款嘅客家莊啊。我嚟看一下你呢個客家嘅鄉親朋友嗬，帶來乜嘅精彩嘅表演。今日當然愛看精彩表演哪種嘅嘛，錯冇？主要要評審欣賞睇啦。冇錯，音樂製作人林振一先生，金鐘節目主持人鍾意權先生。音樂製作人羅桂林先生，好好打分數，好好看表演咯。好，我哋繼續來看第二組嘅表演。參賽者表演體由評審欣賞肯定呢，係講3位評審一致通過，就做得到獎金2000元哦。
撞山故路，壮好精彩观。哦，很震撼。震撼，对不对？我哎呀坐在伫旁边时间，我的心脏蹦蹦蹦蹦跳。哎呀，你有伫现场吼，现场给来宾谈到那个故障吼，就对很震撼的对感，觉。原本坐在哦最后一排那个都睡着了，听到鼓声吼啊，全部起来，我发生乜个事情呢？哎，关键打在我用没错没错，哎，唱到的那个孟高总吼，嘿，孟高总，嘿，孟高总美娟校长是哈我，们还有那个天使给条前给观众朋友一下嘿。哎，大家好，公然的分享一下，我们教普国小啊，是这一个鼓是什么时候在您手上这样子成立起来的？啊，这个鼓对，不是在我手上不是成立在你的手上，所以是上一不个。止了。我们的鼓队是在民国94年就成立了。每个同学都会学到吗？是的，因为我哦你们的学校它精就是神哦非常的迷你，因为我学校现在全校是46个小朋友，哦那我们5、6年级的小朋友每一个人都可以参加我们的节令鼓队。哦每一个都打得相当是的好哎吼，他们都是那我画的从这个脸是要吓谁的？啊，他不是下水哦，这个他是我们的石虎。石虎是不是？对石虎哦嘿我们学校刚好是在火焰山的山脉那边，那我们学校附近是有一个石虎的一个栖地，哦所以我们学校附近曾经有石虎出现过，所以我们的孩子对我们的环境，他们是有一个保育的概念，他们都有做石虎保育的探查，他们也会做石虎相关的一个彩绘杯垫啊，他们也会做一个义卖，然后捐给我们的石虎保育基金会，他们是有做一这种特色了个对哎社区的一个保育太工作。车耳的一款那是那很好的地方。还用夹夹来看的那个评审欣赏。好啊，好有这样的玻璃老师，郭黎，王校长好哈，谢谢。刚刚看了小朋友那个上台setting 好了以后，那个事前的准备动作，那个 standby part 那个 pose 啊，就会让人家很期待你们的表演，因为你们的架势这么好，相信你们内容一定会是很精彩。果然哈，不出所料，每一个小朋友的不管是动作也好，不管是这个熟练度也好，各方面都是很到位哈。练习打击乐器的小朋友，他同时可以训练2种天赋，一个就是音乐，一个就是运动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你们将来毕业之后啊，你们继续的把这一个记忆自己想办法把它保存下来。我相信将来对你们在长大以后一定会有一个帮助。帮助是什么不知道，但是这个技能，特殊的技能，你们把它保留下来，你们不会后悔。加油，教普国小小朋友，加油，谢谢。谢谢我们评审老师，郭丽老师啊，谢谢。小朋友都有听到老师的话了吗？好，有吼，俺用夹夹来看的那个3位评审欣赏，做的一枝同高梦。小溪团公园，路上全是热血。听说你是街头艺人，对不对？对，有考到2张。每个人都要考吗？我们是报团体。出去就是一团这样子。对，当然。一团混乱，不是一团表演。做的一枝同高梦。来，看等呢。哎呀，谢谢。这个时候永斌就要拿奖金喽。嗨，谢谢。谢谢我们的美娟校长，谢谢你们哦。分享你的过来的表演，你本那个电视机头前嘅观众朋友看呐，希望继续加油，继续加油。是的，那我们就一起来看下一组的表演。好。天满高，夜高了。
龙向呀在何方呀？我你是有呀想，龙向呀在何方？天后霜呀，繁星铺满天，流星星光流出彩虹给你身，月光光芒照出真情在人间。天满光，夜光亮，有天一阵雾蒙哟，好水给水中央，映出美丽的月光亮，清风中透丝了，飞心中空呀，我也是有呀想，路向呀在何方呀，我也是有呀想，路向呀在何方？天后霜呀，繁星铺满天，流星星光流出彩虹给你身，月光光芒照出真情在人间。谢谢。神梦感谢。哎，对对是好是这呀。嘿，老太教啊，问我一下。各位天师面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啊，东排西，超级嗓音美声。无好，没有啊，这个米手臂嗓呢。嘟感冒诶。高播出哦吼，因为今日天时啊吼，哈白位人，哈白位热吼，也跟无法推啦吼，世界这过后世界就超过哈。根本冇必须。哦，安样系哦。表演就有奖金呢。哎呦，唔讲咯，我报警咯。哎呀，叫做关评审老师本来分数了。那不是听分数嘞。冇啦，刚我直接奖金拿出来了。来，认真讲啦。诶，好一个客家歌19的时间呢。系啊。创19的。无创19呢。无创19。喂。因为平常也无嘛有唱过诶。韩师祖参加沙期的。歌谣班啊，吼，条路带落去天后松啊，吼，天后松，就我去吼，那个歌谣班，老大家讲，人同学讲，哎呀，去参加唱一首歌就做得到2000嘛，第1摆来做安样表演，色彩一排色。唔会啦，唱到清好嘞啦，但是唱到清好啦，唔伫欣赏啦，哈，来林老师。像那个林先生，唱歌噶吼，佮种个
A 段 B 段的高音，嗰個下音嘅吼，同重要吼，所以都創下嗰種嘅夾嘅韻腳嘅，留個強重音，就係你發聲嘅部位丹田又空起來嘛，然後又氣又出來嘛，做啲控制嘛，所以你真創下到高音㗎，因為全部喉嚨嘅音壓定嘅卡定嘅，係咪當緊酷？難度啦，基本嘢係係啊，要到嘅難度啊，加油啊哈！哦，阿勇，可能那個三位評審欣賞哈，本來那個狗手記一枝同歌嘛，來，請看燈，謝謝。三位評審欣賞，就冇問題嘛，係咪？哈，冇問題啦，不管你，哦。其實哈，有乜嘅欣賞搞出那個學生嘅，就有阿勇嘅水準。基本公差，乜嘅用示範咯。啊，間去甲身體補充好了，下一陣再嚟挑戰，好冇？好，我哋看下嚟看下一組嘅表演。这月光了，谁要出发？买大小事，无形的光，越看染成长，越凌乱，越迷惘。不知道哪个先登场，既然无解的就算了吧。越偏执答案，越变化，越失望。马戏团公园，入场全是热血。快乐是改变，悲伤是自愿，写下疲惫，孤独瓦解，小丑脸之下的脸，马戏团公园，我们尽情表演，尤其是小夜，与往事埋怨，每一次的考验将我全，又是新的一天，啦啦啦。玻璃面光芒太耀眼，谁知道呼声是谁领先？越渴望目光越蔓延，越浮夸。偶尔出现时需要长念，一切 OK， 经过成经验，越迷恋完美越勾结，越危险。马戏团公园，入场全是热血。快乐是点点，悲伤是自愿，卸下疲惫，孤独瓦解，小丑面具下的脸，马戏团公园，我们尽情表演，勇气是小夜，与勇士的约，每一次的考验将我全，又是新的一天，啦啦啦。马戏团公园，习惯有你那些，灯光是点缀，音乐是口味，手牵着手，观察是谁，有了每一个瞬间。马戏团公园，有笑惊险有缘，未来是无限，只剩下败北，好像一个笑脸悲伤再见，又是新的一天，啦啦啦。懂精彩的队员呢，好热鬧哦！對啊，跟大家問候一下。嘿嘿嘿，那個泰嘎後，我們是 CCF Girls，表演都很棒。對呀，哎呀我好喜歡這個他們那一種活力的一種氛圍，然後每一個顏值都很好。不行對不對，你不能參加了，為什麼？會把那個年齡拉高啊，拉高。你們年紀最小的是幾歲？年紀最小是國13。13歲呀！哎呀哦，那我唱我的歌就好了，真的就不打擾你們了哈。
那个就是家福中心呐，哈，成立的这个多久的时间了？成立这个吗？我们是从就是100年，然后成立到现在有8年了。8年。对。那就是你们这几个。对，就是固还定成员。有其他团员吗？之前有，但是就是陆陆续续，可能就是因为自己的个人时间。对对对。听说你是街头艺人，对不对？对，有考到了2张。哇，厉害！每个人都要考吗？我们算是团体，我们是报团体。哦，所以出去就是一团这样子。对，当然。一团混乱，不是一团表演。你怎么了？我想说，我刚吃了控肉便当，应该很有活力的，接受你对我的挑战。没想到我还是输了。好啦，用来看一下那个评审欣赏吼，用白眼讲，来有请到那个蒋师妹。一群欣赏。嘿，我知道都冇简单，中文刚刚我安尼讲，其实人就跟颜色全部冇共用，有国中的，那可能有高中、大学的。我T100接触乐团，第一次接触乐团也是在高中的时候才接触，而且我接触到的编制还没有这么大。是啊，对，你们的编制非常完整，所以其实亚德都在接触都很完整的这个音乐的学习跟默契的培养。然后真的可以在课余的时间，然后来练习，非常不简单。然后你要的搭数鼓励哈，很棒。那其实哈，这个平常练团就只有假日的时间了。对，礼拜6的早上，就是大概3个小时。自己有租一个练团室吗？还是在学校？我们是在家谱上面的，就是它有一个让我们练习的空间。哦，那很好呢。很棒，很棒。哎，今后呢？哎呀，用来看一下评审欣赏。最重要的奖金，对不对？家福中心看是不是可以一致通过嘞？好，来看一下。哎呀，一致通过。有没有？有啦。你的热情感动到评审老师。也感动到那个天师给投钱给观众朋友啊。哎呀，我继续加油，继续加油。好，安子 C。好 ，OK。哎呦，讲到标准呢。当家啊，已经接近尾声了。今天应该精彩的表演，太精彩了吧？看唔过瘾呢，吼，什么？观众朋友点头，夹拿去天发打报名专线哦。好，我哋向前同乐比太假了，上飞今日什么样上飞嘅？评审欣赏还有所有的场水长。唔错，电视机条前嘅观众朋友，再见。